早晚有一天你要面对孩子他爸，就算你现在不面对，等将来孩子生下来了，他也会问你，我的爸爸是谁呀？知道了，亲爱的。最近呢，就麻烦你们两个帮我拖一拖了，能拖多久就拖多久。还有啊，你都有孩子了，就别再那么蹦蹦哒哒的了。哎，行行行，知道了。看看你们两个，一个像老妈子，一个像婆婆，这叨的。废话，你那是我干儿子。知道了。哎呀，哪有一个妈妈不爱自己肚子里的孩子的？我也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健康快乐的长大。你知道我看见什么了吗？你的头顶上有一个巨大的光环，那就是圣母玛利亚之光。王老师来了。王老师要是来了，那圣母玛利亚的光环就变成了欲火焚身。王老师，王老师，珊珊，我有事找你，我想和你单独谈一谈。